上我来看这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明仔载要来选总调，有赖士葆甲鲍坤琪登记参选，也毋过赖士葆发出着声明，讲要退出选举。外口的风声讲是赖士葆最后咧算票的时阵，发现伊选袂赢，才来退出。不过赖士葆出面来表示讲，是因为有其他委员甲伊讲实在真困扰、真烦恼，毋知要选啥。赖士葆讲，其实伊家己会赢。但是伊正经讲，若是选赢，党团会来分裂，所以决定要来退让。鲍坤琪嘛，伫面册来回应讲，感谢鲍哥的烧让。甲赖士葆的肩胛头大大的，互伊祝福，因为伊前一天宣布要退出国民党团总调选举。连任的立委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们周边几个立委都很痛苦，因为要投票。那他好像两边都答应了，所以我就决定退我决定退，没有任何的条件。无要互同事为难，毕竟这几天鲍坤琪、赖士葆两边拢咧邮票，传出鲍坤琪背后有资立论的党中央小天，赖士葆是赵少康的战斗拿系统。不过党内人士就分析，鲍坤琪为去年8月开始准备，最后比票数赖士葆可能袂赢。郝龙斌嘛，马前总统啊，还有现任市长也帮我在拉票、股票都有所以我觉得我的票也不差的。即便赢了又怎么样呢？这赢的话，我心会很痛，说这个党团会因为这样的选举，会真的大家撕裂了。鲍坤琪嘛，伫咧面册表示，多谢伊的烧让，家己会炸政府飞弹来对抗民进党。他有打电话给我，我没有接到，就这样子。又回拨。我如果知道他打来，我就接啊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啊。赖士葆的声传要互鲍坤琪带领新党团，不过这一阵啊，鲍坤琪为倚天剑多良多化甲政府飞弹，拢要对抗执政党，这互民进党团总调真不满。问题不要抱有平和，好不好？也不要讲大话。国民党虽然是第一大党，不过和民进党敢若差一色，而且嘛无过半，未来哪里的党边来过招是真有看头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